我哋馬鞍島，然後另一個方向就係南沙，跟住再去嗰邊就深圳，見唔見到啊？感謝中山文旅俾咁嘅機會，我親身感受到深中通道海上觀光航線1.3個字喺馬鞍島嘅中山客運口岸集合。經過一輪網絡大 V 頒獎儀式之後呢，咁我哋終於可以上船啦。喂，過嚟參加活動啫，冇諗過咁多手信嘅喎。呢條航線喺2月14號開航首日啊，係央視嘅聚焦嚟嘅。咁深中通道作為連接珠江東西兩岸嘅超級工程，既係兩地交通動脈，更加係灣區融合嘅紐帶。呢次全新推出嘅深中通道海上觀光航線，係依託灣區區位優勢，深化文旅融合嘅重要舉措，更加互聯互通、共建共享灣區精神嘅生動實踐啊！深中通道海上觀光航線喺中山客運口岸為出發點，因為郵輪喺西人工島咧就掉頭翻馬鞍島噶啦，所以可以講係110分鐘沉浸式嘅海上觀光體驗啊！沿途可以近距離欣賞到深中通道南沙體育館、西人工島等大灣區嘅地標式建築，遊船仲精心設計特色打卡區同埋樂隊表演環節，等遊客喺飽覽灣區風光嘅同時咧，享受埋豐富嘅遊樂活動。多謝中山文旅嘅安排。第2站中山影城、中央電視台、中山基地啲喺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同埋翠亨村農耕文旅展示區啊，透過歷史遺傳同埋鄉村新貌，深入挖掘偉人故里嘅文化底蘊同埋鄉村振興嘅生動實踐點啊！講咁多，其實我想講嘅就係咧，中山作為大灣區嘅其中一個城市，享受住黃金內灣1小時嘅便捷交通。如果你居住喺中山，你既可以享受到深中通道到深圳嘅紅利，都係通過虎門大橋翻到東莞，甚至無論你係依家開車定係搭輕軌，又或者未來坐住廣州10號線嘅沿象線啊，到珠海到廣州其實都好方便嘅。中山或者佢係一個你嚟咗就唔想走嘅城市。打一個廣告仔，如果有需要置業中山，記得聯繫我。喺個細個嘅時候睇過翡翠台咧，望住呢個景，你有冇覺得佢喺度望住你笑？佢會突然懟個頭出嚟。嗱，關注我啦！